水星再入人馬座，重整思緒，重整軌道，向着新路向出發。水星回復順行後，正式於明天結束在天蠍座的回顧，再一次重踏人馬座的探索旅程，讓我們經過沉澱與深刻的挖掘過後，認清內心的方向，重新出發。水星回到天蠍座期間，我們發掘了更多根深蒂固的問題，加上早前眾星逆行，令我們對於過去種下的問題越挖越深，猶如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或許混亂會帶來痛苦與傷害，但當中得到的覺知也許是一種收穫。我們在失望與期望落差裏，能夠更清晰地看見自己真正嚮往的追求又是什麼，眼前的人和事跟自我信念相違的又是什麼。經過醞釀而出來的念頭，不再是空想、幻想或妄想，而是更堅實的信念。隨着水星再入人馬座，我們將會就着早前所累積的經驗、產生的信念去修正軌道，並再次展開行動。在冥王星的加持下，這次決定可能會讓我們帶來脫胎換骨的改變。水星將會在人馬座一直運行，陪伴到我們踏入2026年，正好提示我們帶着宏觀的視野與展望奔向新的方向，像人馬的弓箭般永遠朝向前方，為過去這一年的一切作出告別。捨不得也好，讓過去的成為過去就好。